嗨，大家好，我係龍老師，歡迎收睇龍老師教室。咳咳咳，實用文 Round 4，尾大不掉與減肥 Keep Fit 法，拜拜你條尾，歡迎入坑，記得訂閱龍老師教室，先會同你一齊睇實用文嘅瘦身大法。點樣減肥呢？最重要嘅原則就係唔影響健康，即是唔影響你文章原來嘅意思。第一個句子瘦身法。點樣去除嗰啲脂肪，刪除嗰啲冗餘呢？我哋將過多或者近似嘅形容詞合併、刪去或者更改。舉個例子，這個計劃完善周詳，完善同周詳係近義詞。如果我哋真係要緊縮嘅話，可以只係選擇其中一個。其次，重複嘅例子，我哋可以合併或者選擇一個最強嘅。呢度就有一個例句：運動對健康很有幫助。本身句子冇問題，不過我哋可以簡化成為運動有助健康。接住落嚟，我哋嘅舉例亦都可以選擇其中一啲你覺得係最好嘅，例如跑步可以增強心肺功能，游泳可以鍛煉全身肌肉，就連散步亦都能夠消耗熱量。喺裏邊我哋可以選擇1至到2個，你覺得冇咁有力嘅就可以刪去啦。第三，有啲冗餘嘅連接詞，我哋可以更換，或者將有一啲客套話，亦都可以將佢濃縮。舉啲例子啊，這只是我個人的一點淺見，我同個人語義係重複咗，所以我哋可以刪去其中一個。個人淺見，刪去不一定正確，因為你嘅目的其實係想請人指正，而將請大家多多指正和見諒。一啲重複嘅語義亦都可以刪去，簡簡單單，個人淺見，請多指正，保留翻呢啲客套話，但字數上邊就精煉好多。除此之外，我哋亦都可以刪去一啲冗餘嘅襯墊詞。舉個例子，一啲有修飾成分嘅詞語，好多時候我哋係習慣咗講嘅，基本上啦，某種程度啊，非常啊，呢啲都係佔去好多空間，所以我哋可以減少使用。舉個例子，基本上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好的幫手，我哋可以考慮刪去基本上。冇影響到原句嘅意思。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好，我哋就將佢簡化成為極佳的幫手。另外，我哋好多時候香港慣用嘅口語唔係正式嘅書面語，所以我哋要將呢個壞習慣更改。好多人都好中意講，例如非常之。其實根本係唔需要個之字嘅。呢度有一個真實嘅考卷例子，你會見到我哋嘅同學仔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廣東話嘅習慣擺咗落去文章裏邊。例如喺呢個活動，你都係能夠了解到學弟學妹亦都有領養到小動物，喺熟悉到佢哋嘅飲食習慣，我哋可以將佢簡單修改。活動中你能了解其中原因，有些學弟學妹亦曾領養小動物。在熟悉其飲食習慣後，下邊嘅句子我就唔繼續啦。所以當你書寫同埋校正自己嘅句子嘅時候，特別留心。仲有一啲狀態詞，例如我哋會好多時候受口語同埋英語影響，我哋好多時都會做出呢啲句式。做出了一個乜乜嘅決定，或者做出決定，其實簡單決定就可以啦。我哋對這件事進行討論，直接講我哋要討論這件事，讓句子更加精煉。除咗句子嘅瘦身之外，接住落嚟就係段意嘅瘦身啦。喺一段裏邊，如果佢唔係一啲關鍵嘅得分位，或者嗰個句子唔具備任何嘅目的性，就可有可無。我用呢個素材嚟做一個例子。先感謝網友 Linda 提供我呢一個素材，你會睇到呢個係一個引言。其實 Linda 都做得好好嘅，佢識得寫英文同學積極討論，簡單有力，亦都可以增加親切感。附讚此信介紹活動詳情，盼望釋除眾疑，動機簡單清楚，所以要刪嘅並唔係呢一啲具有功能嘅句子。如果要減磅嘅話，我哋就可以將一啲可有可無嘅句子刪掉，好似喺呢度嚟講，讓各位不枉所行，整個句子刪去都冇影響到原身嘅文意。我哋可以將呢啲客套而冇實質功能嘅句子，如果真係要瘦身嘅就可以刪去啦。第二個段意嘅瘦身就係刪去一啲虛構嘅情節、例子或者推論，其實根本就唔應該寫呢啲例子，因為發揮同埋虛構性質唔同。喺呢度我哋繼續舉例。
呢段文字就係想解釋喺清潔嘅時候，同學得到啲乜嘢嘅好處。佢話透過咗一啲體力嘅勞動，就能夠設身處地咁樣了解校工一直無聲的付出。喺呢度一直無聲，其實我哋可以簡化為默默，效果會更好。培養感恩的心，主動向校工道謝。問題嚟啦，主動向校工道謝本身唔係計劃嘅一個部分，而係虛構出嚟嘅情節。你點知佢哋會辛勤完之後會主動咁樣向校工道謝？所以呢個虛構嘅情節就唔應該寫落去，而要刪嘅亦都係刪除呢一啲冇根據嘅推論。你可以解釋作為發揮，但係唔可以虛構。接住落嚟，我哋綜合運用，睇下點樣可以幫我哋嘅文字瘦身。同學先介紹咗清潔校園嘅內容，然後指出我哋可以喺當中學會取長補短。喺解釋嘅時候，有啲修飾嘅詞語可以考慮刪去，例如高的同學負責抹窗，嬌小的負責洗地，發揮眾志成城之力。明白到好明顯，呢個道字就係我哋嘅口語，所以索性3個字刪咗佢，同時加翻大家呢一個主語。大家只要好好溝通，按能力調配崗位，便能在30分鐘完成清潔。較操練一份試卷的時間短。未落去之前，大家發唔發現到問題啊？冇錯啦，同學想回應浪費時間嘅批評。你點知道我哋真係可以喺30分鐘裏邊完成清潔呢？做試題係唔係一定會長過30分鐘呢？呢啲都係一啲冇根據嘅推論，所以我哋索性刪咗佢。喺句意上邊將呢一句調落嚟，變成咗大家只要好好溝通，按能力調配崗位，便能發揮眾志成城之力。會唔會更好呢？今日冇咗回應浪費時間呢一個批評，所以我哋可以將佢改為可見縱然花了時間，也是值得參與。而培養出呢個出字又係我哋嘅口語啊，而與人合作之技巧比較累贅，不如我哋改為活動能培養協作技巧。咁嘅刪減改動會唔會清爽一啲呢？調如何調？方法一就係將我哋嘅總結或者重申好處，盡量做到簡單直接。喺呢度亦都感謝網友子峰提供咗我呢啲嘅素材。佢原來已經做得唔錯噶啦，我哋仲可唔可以簡練啲？特別係好多同學喺總結嘅時候，可能會將上面嘅內容重新再寫多一次，真係囉囉嗦嗦，甚至到可能抄到3、4行咁長。改卷嘅老師諗，上邊你咪講咗咯，做咩又再講一次啊？所以問自己，可唔可以喺1至到2句裏邊寫完晒呢？3個意思嘅寫成2句，2句嘅可唔可以又寫成1句啊？呢度我哋嚟做一個示範，例如我哋成日用嘅有助於、更能幫助呢啲，我哋亦都可以將佢簡化。指引有助同學善用人工智能，將個有助於個於字刪去，正確使用我哋將佢簡潔為善用，更能幫助自己學習。不如用個以字啊，以優化學習，咁係咪清爽好多呢？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要找緊要表達嘅，可能係一啲基本信息。仲記唔記得我哋講過段意嘅瘦身，如果同你嘅關鍵得分位係無關係嘅話，又或者佢個功能性好低，可以考慮刪咗佢。例如喺呢度嚟講，感謝同學積極表達意見，雖然可以有一種多謝同學嘅親切感，不過由於佢同上下2句思維太跳躍啦，然間加入去有啲怪啊，再加上佢唔係必要嘅，可以考慮刪咗佢。反而下一句係基本信息裏邊嘅得分位，連埋最尾嘅收結，可唔可以寫好啲呢？誠邀各位踴躍閱讀並實踐。由於上一句已經提到指引，呢度就可以省略啦。而下一句有啲累贅啊，不如我哋簡化成為達成個人成長目標。合拼晒嘅話，你會見到只係用咗44個字咋。咁我哋就除咗壓縮字數之外，亦都能夠達標，瘦身變靚女。我哋瘦身梗係想變靚啲啦，有咩方法可以變靚啲呢？呢度龍老師就做咗一個亮點嘅增潤，睇一睇會唔會效果好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指引有助同學善用人工智能，以優化學習。誠邀各位踴躍閱讀，把握這成長利器。咁就唔單止達標，仲有啲亮點添。我哋嚟睇一睇考評局嘅示例。呢個同學仔佢寫咗569個字，但係你睇到佢個結尾其實都係好簡單。先做一個簡單嘅總結。是次計劃有助提高市民對寵物生命的意識，鼓勵領養，減少棄養。然後加翻基本信息，希望各位同學積極支持計劃。喺呢度嚟講，連個計劃2個字都可以取消啊！最尾加一個少少
鼓勵嘅亮點，幫助被遺棄的寵物尋找溫暖的家。最尾謝謝大家。格式掉咗條大尾巴，換條細尾巴會唔會好啲呢？好，我哋試下嚟做一個實踐嘅例子，點樣可以將呢個尾巴整靚啲，幫一幫呢個同學仔呢？呢度有一個考評局嘅第4級示例，你會見到好可惜，就由於佢超出咗字數，所以喺個內容上邊就卡住咗喺中上品8分以內。你會睇到尾段裏邊佢都寫得好長啊！我哋可唔可以將佢瘦一瘦身呢？不如我哋進行一個瘦身計劃，度身訂造。我將佢最後呢個段落嘅文字打咗出嚟，方便大家睇得清楚啲。你會見到佢用嘅連接詞有啲累贅同埋拖沓。不如我哋改一個簡單嘅，既做善事又為自己帶來滿足，會唔會好啲呢？不過最重要嘅問題就係佢講所有嘅善事、滿足感、快樂呢啲內容係同上文高度重複嘅。有啲用詞例如滿足有快樂，其實語意相近。如果你真係要刪嘅話，可以保留其中一個就得啦。歸根究底，呢一度要進行一個大啲嘅手術，因為佢嘅總結實在太累贅啦，差唔多將上文又再講多一次。不如我哋大刀闊斧啲，整整容啊！試下用1、2句說話嚟做呢個總結。相比購買，領養能帶來更深的情感連結與滿足感。支持領養，用翻佢嗰句何樂而不為呢？之後就可以去基本信息啦。喺個基本信息裏邊，我哋都仲可以再簡化。感謝大家聆聽，可以變成為謝謝大家已經得啦，甚至簡單到謝謝。而希望大家齊支持該計劃。呢句句子有語病，我哋改為希望大家支持計劃，又或者咁樣講，請大家踴躍參與計劃，謝謝大家。喺呢度我哋用咗49個字，由原先嘅613變成咗567，咁你嘅內容至少有資格可以攞中上品以上。如果可以瘦好啲，係啊，當我哋要刪除一啲嘅字句嘅時候，我哋記住都要整整齊齊。雖然喺各部分嘅評分冇字體同埋整潔嘅分數，不過你刪完要再添加文字嘅時候，啲字體黐埋一嚿，可能就真係睇唔到啊！老師又點樣評分呢？唔知大家同學中唔中意呢個瘦身計劃？龍老師係好用心去做㗎，記得點讚、推介同埋訂閱啦！拜拜。